咦，郭 Sir 爸爸。我奉聖父、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為你施洗。好開心啊！仔喺邊啊？第21屆嘅受洗聖禮，而家正式開始。日子喎，有7位弟兄咧受浸，大家不如俾啲掌聲，我哋主耶穌基督同埋各位弟兄明神，眾囚犯也側耳聽着的時候，忽然地大震動起來。聖經讀畢，感謝神賜下寶貴嘅話語。今日同大家嘅思想題目咧叫信靠耶穌真喜樂。他們咧同保羅西拉就把主嘅道講給他和他全家人聽啊！即刻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你願意相信主耶穌是你救主和生命的主嗎？我相信。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為你施洗。創造天地宇宙穹蒼三一嘅獨一真神，我哋要感謝讚美各位嘅弟兄姊妹，7位今日受浸愛，係你嘅引領，感動佢哋每一位接受主耶穌同埋跟隨耶穌，多謝你對佢哋嘅愛。又喺愛你哋嘅耶穌基督裏面得出新嘅生命，特別與7位受洗嘅弟兄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。Thank you.